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神的国度在地显现》，我是葛晴。在当今这个科技发达、物质丰富的时代，人们的生活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便利、更富足。然而，面对家庭的破裂、工作的压力、社会的不公与冷漠，越来越多的人在内心深处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虚与迷茫。他们不知道该怎样走出困境，不知道怎样做才是对的，不知自己为什么而活，也不知未来该往何处去。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，很多人随从了邪恶潮流。有人沉迷酒精、毒品等感官刺激，有人在享乐和欲望中麻醉自己，有人拼命追逐金钱和肉体的享受，可一番享受之后换来的只是短暂的安慰，内心的空虚和迷茫很快再次袭来，知识和科学也无法解决这一问题。令人难过的是，许多基督徒也同样深陷其中。他们每天祷告、读经、聚会，表面上守着宗教仪式，持守着圣经，灵里却空虚迷茫，看不到前方的路，更感受不到主的同在。很多基督徒守不住主的教导和诫命，常常陷入犯罪与认罪的循环中。面对疾病、家庭矛盾、工作重担和各种试探时，他们不知如何做是合主心意的，信心也常常摇摆不定。虽然借着回忆神曾赐过的恩典和祝福，能暂时坚固他们的信心，可当他们再次面对各种现实问题时，他们依然迷茫，摸不着主的心意，无路可走。甚至祖辈信主的老信徒们也处在这样的光景之中。尤其在2000年后，信徒们迟迟未能迎接到主的再来，宗教界的荒凉也愈发严重，人的信心就更加冷淡了。不少人也随从了邪恶潮流，他们用追星、宴乐、沉迷网络游戏、酗酒、赌博、吸毒等方式来填补内心的空虚，终日过着堕落的生活，活在罪中不能自拔。主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从主耶稣的话中可以看到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而是需要神话语的供应。只有神话语源源不断地供应带领着人类，人类才能活在神的祝福、神的引导之下。有神的同在，才能摆脱空虚的生活，远离试探，远离罪恶。只有神的话语才能供应人心灵的所需，让人的心灵不再饥饿，不再干渴，也不再空虚、迷茫和彷徨。在神话语的供应之下，人不再追求世界的享受和刺激来麻醉心灵，空虚度日，心灵里充满了甘甜。只有神的话语能解决人所面临的一切问题，带领人走出一切的困境，使人摆脱罪的捆绑。也只有神的话语能给人指明人生的方向。近日，记者走访了美国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2处教会。接下来，让我们随着记者的镜头，一起体验当地基督徒的教会生活，听听他们如何找到生命的活水，得到心灵的滋养。Hello everyone, my name is Aria Rios.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美国的奥利亚·里奥斯。今天下午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全能神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将在这里相聚，他们将一起唱歌赞美神，一起读神的话语，自由释放地分享经历和收获。
现在我带大家走进他们的聚会现场，一同去感受他们丰富的教会生活吧。美国东部时间10月4日，宾夕法尼亚州全能神教会的基督徒相聚在一起，读神话语，分享经历，唱诗赞美神。聚会在温馨的气氛中拉开帷幕。下午好，弟兄姊妹们，我是艾丽西亚姊妹。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面对面聚会。大家能听见吗？请鼓掌。基督徒安静下来，同心合意祷告神。之后合唱了一首神话语诗歌，全地欢呼赞美神。聚会中，基督徒一起观看了全能神教会制作的电影《灾中与主相遇》。这部电影在第9届多伦多国际诺莱坞电影节上荣获最佳宗教题材影片等3项大奖。影片通过主人公在灾难中寻求真道的经历，揭示了圣经中预言的大灾难已经开始了，我们已经在大灾难中了，只有积极寻求神的做工，迎接到主，才能在这场大灾难中存活下来。从1991年神正式开始做公益说话以来，神的话语无时无刻不在伴随着跟随神的人，无时无刻不在带领着跟随神的人。这些人的成长、变化与收获，都是神话语供应带领的结果呀。没有神道成肉身，亲自的做公益说话，我们不可能有今天的收获。没有神道成肉身，亲自的做公益说话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在灾难中存活下来，也没有一个人能蒙拯救。真是的呀，真是啊！感谢主啊！这些年在外传福音、经本，经历了这次大的灾难，也目睹了一些灾难的场景。每每经历到这些的时候，我就庆幸自己接受了全能神，阿门。也对神信心倍增，也在心里印证了神在灾前来做工，在灾中带领神的选民，这太有必要了呀，太有意义了，意义重大。阿门。神的意念高过诸天，世人测不透的，但又是那么的实际。只有神牵挂着人类，只有神在为人类着想。我深深的体会到，神太爱人了，神的爱太大了。阿门，阿门。神爱浩荡啊！阿门，阿门。这里有满头白发的老人，也有阳光灿烂的少年，手挽着手，肩并着肩，风雨同行，患难中共勉。同心合意，尽好人本分，心灵相通，成为生命的知己。是神的爱，神的话语，把我们紧紧相连。电影播放结束后，基督徒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和认识，他们也认识到学习神的话语和参加教会生活真的很重要。
我是刚加入教会的新成员，我真心相信这些灾难一天比一天多，一天比一天严重，所以我决定向神寻求指引，因为我真的很需要。为了在这些灾难中存活并获得救恩，我的理解是，我们要读神的话语，聆听真理，是神的羊就会认出他。我相信这一点，我们都会被神审判。为了生存下来，我们得深入反省自己的罪根，这样才能被洁净，变得圣洁。阿们。我最近一直在读全能神的话，神的话真的太有权柄，太有能力了。读的时候真的很触动，就像神在亲自跟我说话。从神的话里，我得到了力量，也让我更反省认识自己。我想要改变，想要顺服。说真的，我靠自己做不到，唯有按着神的旨意去行。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经历。我一直在努力戒烟，我抽烟25年了。现在我把神的话落实到生活中，我终于戒烟了。真的很难，但是你得顺服，得去实行。我觉得积极过教会生活真的很重要，因为我们读神的话、听神的话时，我们就如同在吃生命之粮。神的话语是我们每天的属灵粮食。当我们看视频时，我们会更明白神的话。唱全能神的赞美诗歌时，我们把赞美和荣耀献给神。我们尽本分的时候，是在向神表明我们重视他，重视他选择了我们，我们也希望回报他，把神的羊带回到神的家中。但最重要的是，就像奥利亚姊妹说的，是聚会。当你参加面对面聚会的时候，把自己遇到的难题、生活中的经历或者得胜的见证分享出来。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有点害羞，不太敢开口，不知道怎么说。当你分享这些给弟兄姊妹的时候，他们听到你的经历时，就会得到启发和鼓励。我们也是在帮助他们，给他们勇气和力量，去说出自己生活中的经历。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从彼此获得成长。阿们。正如安娜姊妹所说，神的话语是基督徒的生命之粮。基督徒走上台朗诵了全能神的话语。全能神说，这次神来做工不是灵体，而是很普通的身体，而且是神第2次道成肉身的身体，也是神重返肉身的身体，是一个很普通的肉身。你从他身上看不出与众不同的地方，但你能从他得着你从未听过的真理。就这样一个小小的肉身，就是神所有真理的言语的化身，是神末世工作的承担者，也是人认识神全部性情的发表。你不是很想看看天上的神吗？你不是很想了解天上的神吗？你不是很想看看人类的归宿吗？他会告诉你这一切从未有人能告诉你的秘密，他还会将你所不明白的真理告诉给你的。全能神说，虽然人今天所看见的是与人一样的神，人看见的是有鼻子有眼睛的神，看见的是一个很不起眼的神，但到最终神要让你们看见，没有这个人的存在，天地都要巨变；没有这个人的存在，天上要昏暗，
地上要混沌，人类都要活在饥荒瘟疫之中。让你们看见，没有末世道成肉身的神来拯救你们，那神就早已将人都毁灭在地狱之中了。没有这个肉身的存在，你们将是永远的罪魁，将是永远的尸体。你们应该知道，没有这个肉身的存在，整个人类都难以逃避一场大的浩劫，难以逃避末世神对人类的更重的惩罚。没有这个普通的肉身的降生，你们都求生不得，求死也不能。没有这个肉身的存活，那你们今天就不能得着真理，来到神的宝座前了，反而都因着罪孽深重而受到神的惩罚了。你们知道吗？若不是神重返肉身，那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机会蒙拯救了。而且若不是这个肉身的来到，神早已将旧的时代结束了。这样，你们还能拒绝神的第二次道成肉身吗？既然这个普通的人对你们这么有益处，那你们何乐而不为呢？阿们。宾州基督徒自由释放地分享认识和收获，他们互相鼓励，从彼此获得成长，并期待着下一次的聚会。新时代的教会生活有神话语源源不断的供应与浇灌，基督徒吃喝经历神的话语，心灵得到供养和滋补，渐渐明白了一些真理，属灵生命也在逐渐长大。他们越来越有信心，越来越感到神的话语真能变化人，拯救人。现在就让我们把镜头转向纽约州全能神教会，听听那里的基督徒有哪些经历认识和收获吧。Hi everyone, hi, welcome. 嗨，大家好，我叫多利安，我很高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皇后区全能神教会。这座建筑建于1920年，教堂的装修很美。我们邀请大家来到位于皇后区的全能神教会，一起吃喝神的话语，赞美敬拜全能神。阿们。在教会生活中，基督徒朗诵了全能神的话语，大家畅谈了经历见证，观看了各国的经历见证视频，然后用歌声和舞蹈赞美全能神。随后，炸弟兄分享了他接受全能神的经历。几年前，他失去了祖父母，非常痛苦，于是开始抽烟、喝酒、参加派对，用这样的方式麻痹自己。后来，他开始打篮球，期待自己成为家人的骄傲，可他却意外受伤，再也无法驰骋赛场。他又想去上学、做生意，可都无法实现。他再次陷入抑郁和消沉，找不到人生方向，心灵空虚，没有依靠。他思索人活着的意义，也思考为什么总是遇到挫折和失败，但是没有答案。一天，他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地狱景象的视频，深深触动了他。我当时很困惑，因为视频里那个人说自己犯了很多罪，抽烟干各种坏事。我心里一惊，他说的那些事我几乎都干过。我心想，那我是不是也会下地狱？我当时又害怕又恐惧，开始放声大哭，并向神祷告。那是我第一次向神祷告，我之前从来没有向神祷告过。那次我哭得稀里哗啦的，我对神说，求你原谅我，我不想下地狱，求你饶恕我和我的家人，饶恕我们所做的一切错事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就想，也许我该开始去教堂了，好好改变一下自己。
扎弟兄于是就去了教堂，可他经过聚会、读经、祷告、受洗，还是感觉和以前一样，没有什么变化。后来他就不再去教堂了，只在家里看圣经。2024年12月，神的祝福临到了他。一位中国姊妹在网上邀请他参加在线团契。听完第一个主题，我就完全被打动了。我学到的内容是新的，和之前完全不一样。我以前一直以为神只是在天上看顾我们，永远不会再回到地上。看到主耶稣的画像时，我心想，他怎么又能来到地上呢？我很困惑。直到他们讲到神的灵成为肉身，讲到圣经里人子的含义等内容，这让我非常好奇。我心想，哇，神真的可以来到地上吗？他真的能来这里？他们说是的，这让我想一直继续学习。不过当我听到神已经回来的消息时，我其实并没有真的接受，因为我太害怕了。我心想，那不就意味着神看到了我做的每一件事，那我就完了。我因此非常担心。有一天我看到了一段神的话，那时候我一直在问自己，为什么我一生要面对那么多挫折和失败？如果神真的回来了，他应该能告诉我，为什么我会经历这么多困难，为什么我达不到想要实现的目标。然后真的有一段神的话是关于这个的，让我来找一下。全能神说，如果一个人只相信命运，甚至对命运深有感触，却不能从中认识、承认、顺服、接受造物主对人类命运的主宰，那他的此生便是悲剧一场，依旧是白活一世，空虚一场，依旧不能归服在造物主的权下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受造人类，被造物主认可。真正对造物主的主宰有认识、有经历的人，他的情形应该是积极的，并不是消极无奈的，而是在承认了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同时，在心里对人生、对命运也有了一个准确的定义。人的一生都在造物主的主宰之下。当人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，回顾自己所度过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，看到了每一步，无论走的是艰辛还是顺利，都是神在引领着，神在安排着，是神的精密计划，也是神的精心安排，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走到了今天，能接受造物主的主宰，接受造物主的拯救，这是一个人此生莫大的福气。如果一个人对待命运的态度是消极的，那就证实了他是在对抗神为他安排的一切，他没有顺服的态度。如果一个人对待神主宰人命运一事的态度是积极的，当他回顾自己走过的路，真实的体会到了神的主宰的时候，他便有了更真实的愿望，要顺服神所安排的一切，也更有决心、有信心，让神摆布他的命运，不再背逆神。因为他看到，当人不知道命运是怎么回事，不明白神主宰的时候，人自己任着自己的性子，在迷雾中摸爬滚打，跌跌撞撞，那段路程走得太艰辛，也太心酸。所以当人认识到神主宰人命运的时候，聪明人便选择认识、接受神的主宰，告别靠自己的双手来创造美好人生的痛苦的日子，而不是继续与命运抗争，也不是继续以自己的方式追求所谓的人生目标。没有神的日子，看不到神的日子，人不能真切地认识神主宰的日子，每一天都过得没有意义，毫无价值，苦不堪言。无论一个人身处何方，身兼何职，人的生存方式与人的追求目标，给人带来的都是无尽的辛酸与难以释然的痛苦，让人不堪回首。
人只有接受了造物主的主宰，顺服造物主的摆布与安排，追求得着真正的人生，人才能逐步摆脱所有的辛酸与痛苦，摆脱人生的一切虚空。阿们。当我看到这段神的话时，感觉就好像把我的整个人生都写进去了，因为我以前就是那样的，我当时就是这样生活的。我想用自己的双手掌控自己的命运，非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事，拒绝接受神摆布安排的一切。而这也让我清楚地明白了，为什么我会经历那么多痛苦、折磨和挫折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这一路上每一步都是神在引导我。因为如果我当初没有经历这些，我今天就不可能在这里，我可能还在外面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做自己想要做的事。我能在所有的那些艰难痛苦中看到神的心意，这也让我完全相信全能神来了，他确实在做审判的工作。这就是我的分享，阿们。全能神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扎弟兄的心，他明白了神的心意，之前的困惑不解终于有了答案。有了神话语的浇灌，扎弟兄的心灵越来越充实，在神话语的安慰与鼓励下，扎弟兄找到了人生的方向。基督徒多利安姊妹也分享了她寻找真道的经历。从2005年开始，多利安一直想寻找圣灵的做工，她曾去过很多宗教教堂，都没有结果。她也常常思索，为什么主耶稣做了救赎工作，可是人仍然不断犯罪？这样常常犯罪的人究竟能不能进入天国？2025年8月，他参加了一个在线团契，听到了主耶稣已经重归的好消息。他读了很多全能神的话，终于找到了答案。全能神的话揭示了太多的真理，甚至关于败坏性情的问题。我知道人有罪性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得救，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的原因。但我心里想，人没法知道自己能进天国，如果真是那样，那我们所有人都能进天国了。但问题是，主真的会让我们进天国吗？如果我们仍然背逆神、得罪神，那他为什么要让我们进天国呢？这是我心里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。神是圣洁公义的，如果我们还没有经历那一步洁净的过程，神怎么会让我们进入他的国度呢？我们害怕被审判，就是怕他把我们那些见不得人的罪恶显明出来，可那却是必须经历的一步。多利安从神的话语中看到了神做审判工作的意义，意识到败坏人类只有经历审判才能得着洁净，才能被神认可进入神的国。他一下就明白了。在那一刻，我真的感觉茅塞顿开了，主真的回来了。现在你就可以接受这个事实，这是个多么荣耀的好消息，他真的已经来了。导致我们一直犯罪的败坏性情终于有了解决的路途。我想我内心平静就是从这儿来的，仿佛一块重担被卸下了，因为我不用再担心自己是罪的奴仆，或者被撒旦捆绑了。就像人常说的那样，挣脱枷锁。凡听过福音的人都知道这句话，而如今这个枷锁终于被打破了，撒旦再也不能控制人了，我们终于能真正自由地顺服神了。正如主耶稣说，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多利安从全能神的话中分辨出，这就是真理的圣灵来了。无论如何，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这些话，任何人不管他如何被圣灵开启，也说不出那些话。你无法否认那些话里面的权柄和能力，特别是当他揭示出你内心深处隐藏的，你从来没有跟任何人分享过的东西。如果这些话不是来自于神，这些东西怎么可能被揭露出来呢？
除了神，谁能知道我们心里在想什么？神的话把好多东西都揭示出来了。有时候我在琢磨，我为什么老是拖拉，或者遇到不想面对的问题，我就把它扔到一边，完全不想马上去处理。以前呢，我可能就觉得这些只是一些坏习惯，但没想到这些全都是撒旦的败坏性情，都是撒旦的诡计。所以那一刻我才真的意识到，哎呀，我身上需要摆脱的东西还真不少呢。这让我意识到我还有好多功课要学。我们有自己的观念想象，但在全能神的话里，几句话就把这些都讲明白了。很明显，他就是主耶稣的再来，我很肯定他发表的就是真理，他是来供应我们真理的。多利安从全能神的话中找到了摆脱罪的捆绑的路途，确定全能神就是主耶稣的再来，终于迎接到了主。最后他又给大家分享了2段全能神的话语。全能神说，神与人不能相提并论，他的实质，他的做工都是最令人难测的，也是最令人不解的。神若不亲自做工说话在人中间，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明白神的心意。这样，即使那些为神奉献一生的人，也不能获得神的称许。神不动工，人做得再好也是枉然，因为神的意念总是高于人的意念，神的智慧无人能测透。如今神做了新的工作，这话你可能接受不了，也可能感觉稀奇，但我还是劝你先不要暴露你的天然，因为只有真正在神面前饥渴慕义的人才能得着真理，只有真正虔诚的人才能得着神的开启与引导。阿们。基督徒被这些真实的经历和认识所触动，他们一起唱歌跳舞，赞美全能神。赞美神带来了末世的救恩，干涸的心灵在神的话语里得到了滋养。聚会结束之后，宾州和纽约州基督徒接受了记者的采访。欢迎加入大家庭，胡安弟兄。那你是怎么确定全能神就是主耶稣的再来呢？通过他充满权柄的话语，每次读他的话都能有所收获，我都有新的收获。我学到了很多关于自己的事，关于自己的败坏性情，以前根本都没意识到。这些话真的很有权柄，我能够找到全能神，感到自己特别有福。我很庆幸自己能够生在这一代，因为其他世代没有机会学习这些新的真理。我从10岁以后几乎没去过教堂。我知道在天主教堂里，一切都只是在搞仪式，就是不断重复，你根本学不到真正的东西。他们只会告诉你该做什么，该怎么做之类的。但我发现信全能神完全不一样，真的让人谦卑。你可以上网，你能尽本分，你能看视频，听成千上万的诗歌。我觉得没有哪个教会能做到像这里这样，你知道吗？这里每个人都会帮你。我有问题的时候就打电话给姊妹，打电话给弟兄，他们都会帮我，给我答疑解惑。这是我这一生从没经历过的，这真的是很棒的经历，也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，让我的整个生活变得更好了。我叫艾丽西亚·拉德福德，我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伯利恒。自从2024年7月，我就加入全能神教会了。那艾丽西亚姊妹，在你接受全能神的过程中，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？有的。我体验到了内心的平安，深深的内心平安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自从加入全能神教会以来，我开始认识自己，因为我一直在吃喝全能神的话，读他的话语，真的在学习认识自己，也在明白圣灵如何在我们里面做工，改变我们的性情。现在我的生活以信全能神为中心，所以信全能神目前在我的生命中是最重要的事。那些属肉体的欲望
我现在几乎都不再去想了。基本上我的人生开始转变了，性情也慢慢有点改变了。艾莉西亚姊妹，到目前为止，你在读全能神的话，跟随他的过程中，最大的改变或得到的益处是什么？我最大的改变，就像我之前说的，我的败坏性情正在得到洁净，而且我觉得，通过吃喝全能神的话，圣灵在我里面做工，我的生命有了变化，一切都是积极的，而且我很喜欢这样美好的教会大家庭，也很期待每一次聚会。你知道，我也主持聚会，也认识了很多很棒的弟兄姊妹，感谢赞美神。在今天弟兄姊妹的经历中，哪一个真正触动了你的心呢？我觉得炸弟兄的见证特别打动我。我是个男人，他也是，所以我能体会理解他的见证，也明白他所经历的。我不能说完全一样，但我在生活中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。全能神告诉我们，我们会受苦，我们会经历各种事情，会遭遇挫折和试炼，但即使在患难中，我们仍然能够成长。阿们。弟兄，你以前也信主耶稣，对吧？是的，但是当在其他教堂里聚会时，会一直活在一个死循环里。你祷告祈求饶恕，认为神会赦免我的，然后你又去犯罪，就这样循环往复。而且这是个很糟糕的循环，因为你没有被洁净，你没有被修理对付，能否得救就不好说了，甚至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。相比之下，当你在全能神教会里聚会时，你经历的是全能神的话语。我们在恩典时代听说的那些神迹奇事奥秘，全能神都给我们揭示清楚了。他带来了真理，向我们显明他的实质，而我们就该活在这样的真理里。所以现在你能找到真理了，对吗？是的，绝对是的。我很享受这个过程。当你在寻求神和他的光，当你在经历自己的试炼和患难时，如果你真心依靠全能神的话，去寻找他，他就会让你找到他。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，也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的事。阿们。通过记者今天对美国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2处全能神教会生活的实况报道，我们看到全能神教会的基督徒已经听到了圣灵向众教会的发声说话，他们得到了神话语源源不断的供应和带领，空虚的心灵得着了滋养，他们不再迷茫彷徨，不再追求世界的享受和刺激，心灵里充满了甘甜。他们从心里感受到，只有神的话语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一切问题，只有活在神面前，才有真实的平安喜乐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